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小记教室。今日咱要来学的例是菜汤食菜，菜卡死。这句菜汤食菜，菜卡死是啥物意思咧？就是咧讲吼，青菜内底咧加减拢会有菜汤，这个菜汤的就是靠食青菜的菜叶来维生。毋过农民辛辛苦苦咧种菜，若是有伤侪菜汤伫影响着因的收成。所以农民呢，拢会喷农药来保护因的青菜。这个农药一喷落去咧，菜汤就会因为食到这个有喷农药的菜来死翘翘，死伫个菜的下骹。Oh no！ 这个何必是亲像一个逐工介意伫外口冤家相拍的人，最后一定会因为相拍来死；佮亲像是一个介意跋筊的人，最后一定会因为跋筊来舞到规家伙仔落家散体。其实这句俗语咧，就是咧甲咱讲。夜路行济啊，拢会拄着鬼，莫做歹代志。歹代志若是做济啊，一定会受到报应的。你啥？你咧创啥？我咧写罢免韩国瑜的连署书啊。为虾米要甲罢免啊？伊着无心要做高雄市长，上班拢无准时，证件拢跳票，无了解高雄啊。上互人配汤配烂的，就是伊拄选调高雄市长无偌久，伊就走去选总统。像这种人啊，就一定要甲罢免，袂当阁互伊继续危害高雄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！伊这着合做菜汤食菜，菜卡死，要互罢免是应该啦。连史书刚讲有春，我嘛要写。好，来客气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菜汤食菜，菜卡死是啥物意思？要安怎用啊？吼！若是大家阁有啥物想要学的俗语咧，嘛拢会使甲我讲哦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，你若是有介意的话咧，莫袂记去帮我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。未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袂记去帮我起一下订阅，然后会记得拍开边仔迄条小铃铛，安尼可以才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，嘛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